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31篇3节4节。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罗网，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长年期的第16个主日崇拜。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头到尾尽都顺利，开我们的耳朵，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并且有主的看顾，日日与主同行。我们献上赞美，愿荣耀归于你。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敬拜是由敬拜小组来带领我们一起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早晨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时间，能够一同来敬拜主。现在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抛弃一切的忧虑，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日夜中，你说他的我深知爱。
座。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比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我只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我向前。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愿我们放下一切重担，脱去一切的缠累。愿我们能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
切谄媚，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然后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然后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
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39篇1到12节，以及23到24节，在旧约的663页。由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来诵读下半节。耶和华呀，你已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我们一起来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一起来为以下的事项祷告。首先，我们为南美的智利来祷告，特别是在最近7月中旬呢，智利因为遭遇到20年来最严重的强烈风暴的袭击啊，造成它全国多地的停电以及严重的灾情。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卫理公会南教区小港卫理堂的林大圣牧师来祷告，愿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们来祷告，愿主预备合适的学校，也帮助学生有美好的学习。特别是最近天气开始炎热为天气进入夏季来祷告，求主使台湾的夏季气候风调雨顺，人人注意环境卫生，使疾病跟瘟疫远离。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创世纪28章以及马太福音，我们请苏秉存弟兄来为我们攻读。弟兄姐妹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以及到第19节上半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0节起。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于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24节至30节，以及36节至43节。马太福音第13章24节至30节，以及36节至43节。24节起，耶稣又设了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人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罗马书第8章12到25节，在圣经新约170页，由我来攻读。罗马书第8章12到25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起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到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且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接下来，我们请诗班带领我们一起献诗。今天的诗歌是《借我是恩福》。
我们谢谢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献上美好的祭。以下时间我们要交由我们陈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证道的主题是不是奴仆心，应有天父情。陈牧师请。借我赐恩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的期待？上帝，你使用我，让人因我得福。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是让人得福，常常是让人不好受，让人难过。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的让人得福，不一定是真的福。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认为说我可以做些什么让人高兴，但是可能不见得人家会高兴。有时候我们可能做的事情会觉得我应该这样让你可以高兴，或是让你可以欢喜，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让人从惊喜变成惊吓。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贴人的心，知道别人要什么。所以爱的5种语言里面特别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就是不是只有送礼物，不是只有叫做为别人做一些精心设计的时刻，也许是一个美好的话，一个赞美跟肯定，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话，都可以让人的心可以得到平静跟安稳。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要先学会怎么样将好的话能够说出来。我们的世界是用话语造成的。各位知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上帝用他的话造成了这个世界。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的话语也带有力量。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话语来帮助跟创造你所在的世界，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加的美好。愿上帝帮助我们。开始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笑话因为只是一个笑话，但是呢这个事情不是笑话，因为我们从昨天开始就有所谓的这个台语读经班。好，那礼拜6的早上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安排。那各位知道现在我们台湾里面讲台语也很普遍，那华语也常常我们会使用。那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就说我们现在用的叫做自然语，自然语就是有时候台语跟国语一起混杂的使用。好，但是要让大家考一下，大家对这个字的认识是什么你有看得出这个是什么东西吗？每一个国字都知道，对不对？对吧？假婚的人，对吧？昏头卖乱蛋都是国字都是国字，对不对？但是看不懂它是什么，对不对？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语言是很博大精深的好，但是呢，这个只是叫做用汉字来当做它的音但是呢，事实上这个会有一些这个让人遐想的地方好，所以千万不要乱用所以我们昨天在上这个台语查经班的时候，我们有姐妹就提醒说，牧师把那个字放大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写注音可以写注音。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发不出那个音是什么，不晓得它是什么，会误会人家的意思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来运用语言，运用话语，能够成为祝福，成为帮助。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 AI 那很多人都觉得是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AI 有一些的限制，
它不是完全都可以取代的。好，所以特别先给大家有一篇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 AI 不能取代你的灵修。AI 可以做什么 ？AI 可以去帮你查考圣经 ，AI 可以去帮你收集资料 ，AI 可以去帮你把很多事情都可以弄出来，可以跟你做一些的哪些神学家讲过什么，或是谁的文章是什么，里面可以帮助你，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一个助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AI 不能代替你做什么 ？AI 不能代替你顺服上帝 ，AI 不能够帮助你，让你可以更加的这个悔改、认罪。AI 也不能帮助你去跟那个你不想相处的人相处，这是事实啊。AI 可以告诉你，你要饶恕、要原谅，但是实作还是要自己的。所以很多事情实作上面，我们都能够靠 AI 去做，必须自己去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真理 ，AI 可以帮助我们整理真理里面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生活上有真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理跟真实是一起的，不要把真理就认为说我知道了，可是我怎么做，把你的知道化成行动，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所以，真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的，不是你只读了那个话，而是你怎么样在你的行动上、行为上去做。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AI 不能代替你这些你实际的行动，虽然它可以帮助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要行动、要实做，不是靠 AI 的帮助，它可以给你指引，它可以帮助你有一些引导，但是实作上仍然要这样去做，仍然要实践的。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善用我们的这些的帮助，善用我们的这些的资源，而不是被它所绑住。好，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18世纪的哲学家叫做歌德。歌德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最无可救药的是，作为被奴隶的人，但是自己还觉得自己在自由当中。”很有深度吧？被奴役的人自己还觉得自己是在自由的里面。各位，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我们以为它是帮助，可是其实我们已经分不开它了，已经离不开它了。各位知道有哪些东西知道吗？手机，对，还有什么？网络嘛，对不对？手机光有手机也不行，网络刚刚讲的 AI 或者是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的人可能需要什么？你要有这个自来水瓦斯炉你要有这些现代的东西，你才觉得你可以活着。各位知道，如果我们家里停电停个1天，恐怕你就哀哀叫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你离不开这些东西的。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主人，可是其实我们可能是被绑住的，我们有可能是被辖制住的，所以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其实我们有可能是像奴仆一样，我不得不拥有它。好，所以各位知道，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跟提醒，是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各位可能不晓得，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就是你的里面有圣灵，因着你有圣灵，以至于你可以确定跟确认你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9章14节里面，第8章14节里面给我们的这个提醒，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提醒，我们一起念来。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圣灵来引导？你有没有确信你是上帝的儿子？各位，其实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吧？我信耶稣了，不是那个这个传道人告诉我，牧师告诉我说，我信耶稣，我就是上帝的孩子吗？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可是其实我们很像孤儿。听得懂孤儿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没有爸爸呀。你好像有爸爸，但是却没有爸爸。各位知道没有爸爸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好，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小时候我到学校去的时候，我印象中很深刻，我的老妈会蹲下来抓着我，然后跟我讲说，到学校去
千万不要告诉人家你没有爸爸哦。千万不要告诉人家你没有爸爸哦，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告诉人家你没有爸爸，你会被欺负的，你会被人家看不起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伸进我的心里面的时候，变成什么？我没有爸爸，所以我会被人家看不起。我没有爸爸，所以我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因为没有父亲，所以有时候会自怨自艾。哎呀，为什么我现在这个情况？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到什么？人家有爸爸，所以人家可以怎么样？各位，我们的抱怨，我们的一些的难处，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的自怨自艾，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有父亲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史普罗这个人，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他说，圣灵赐下最崇高的礼物就是信心，而这个信心让我们与基督可以连结在一起。当我们与基督连结的时候，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的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呼叫阿爸父神，否则我们就是一个奴仆的心。我们来看一下15节的证明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15节，我们一起念15节，一起念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凭什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除非你有儿子的灵在你的心里。如果你没有儿子的灵在你的心里面，那么你就害怕的要命。跟爸爸接近是一个害怕的事情，跟这个人接近是害怕的事情，因为他的要求好严格，因为他的要求很多，我很害怕，我不是像儿子一样。刚刚跟各位提到说，我自己的经历是，我是一个单亲的孩子，但是并不是代表我老爸不会回来看我，我老爸会回来看我。但是各位知道，很奇怪的就是，每一次我老爸只要坐在客厅里，他只要把我跟我老弟叫去他面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不自觉的眼泪就开始流下来，然后害怕、恐惧会错。我老爸只会问我几个问题，说你现在多高？你现在体重多重？其实我小时候就很重了啊。你现在体重多重？你分数考几分？你知道每次被他问的时候都压力好大。我不知道你跟爸爸的关系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害怕你的爸爸？好像感觉上我不是儿子，我是要完成做一些事情，我要有好的成绩，我要做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的爸爸才会把我当成是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跟爸爸的关系是这样，那就不是儿子的心，那个叫什么？那叫奴仆啊！奴仆要表现得好，才可以被主人喜欢；奴仆要做得好，主人才会高兴。你要讨主人的喜欢，就是奴仆的心啊。我们很少有那种叫做我很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我很快乐，我很高兴，我可以跟上帝无所不谈，我可以跟上帝说很多的话。我们是被上帝所呼召的，成为他的孩子，成为他的儿女，不是因为我表现得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不是因为我会哪些的恩赐，我有哪些的才干，而是我们是凭着上帝的恩典。恩典，什么叫恩典？最近有一个年轻人在问我，他说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你才得到了这个，不是因为你拿一个东西来对价关系，所以你可以得到这个，而是白白的赐给你。曾经我看过有一个新闻，很可怕，我们当中的弟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啊！有一个年轻人，他考上师大附中，不是我们这边的，是台北的。然后他考上师大附中之后，他的爸爸很生气，因为他爸爸可能是学历很高吧。然后他的爸爸就跟他讲说：“你如果没有考上建中，你就不是我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孩子跟爸爸的关系是这样，那就不是叫做父子关系了，那叫什么？主人跟奴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会不会这样？
我要表现得好，我要做得好，上帝才会喜欢我。我要做很多的服事，做很多的事情，上帝才会悦纳我。我们忘记了，我们本来就跟这位天父是有美好的关系的。我们是上帝的产业，上帝创造我们，救赎我们，要使我们跟他有那个美好的关系。各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做很多的服事，做很多的事工，这样才会讨上帝的喜欢。有一个太太，她在家里面，她操持家务，做家事，很认真。她觉得她应该尽一个妻子的身份，然后在家里面打扫、整理、煮饭、洗衣、照顾孩子。可是她的先生每天都板着脸，她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我做的不够勤快，所以我的先生不满意，所以他就更加努力的去打扫整理，他就更加努力的去照顾孩子，他更加努力的去煮饭洗衣。可是先生还是一脸臭脸，怎么会这样？你到底在要求什么？难道我做的不够好吗？有一天，他的先生受不了，就跟这个太太讲说：“太太，你可不可以放下你手上的扫把？你可不可以放下那个还没有洗的衣服？你可不可以先找个人帮我们照顾一下孩子？你可不可以陪我出去外面散散步，走一走？”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以为做很多，我的先生会喜欢，我的太太会喜欢，但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跟我的家人、跟我的亲人做陪伴？你不一定要做些什么，单纯的就是陪伴他，单纯的陪伴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不是要我们当一个奴隶，你要做很多服事他才喜欢的，他要我们单单的享受他，单单的爱他。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6节，一起念一下16节，一起念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的证明，不是你自己去说的，不是你自己去拿出来的证明，而是谁？是圣灵。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会为你做见证的，圣灵会让你知道跟天父在一起是不害怕的，不是紧张的。上帝没有要求你要做到多好，你才是上帝的孩子。无论我们做得多好，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要求，但是身份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曾经我跟一个父亲这样说，他的孩子在家里面跟游魂一样。各位知道，其实在华人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现在一个很有名的 AI 教父，各位知道吗？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亚洲的孩子没有不受伤的，在亚洲的孩子没有不受伤的。为什么？因为爸爸的权威，家庭里面的那个束缚让人很不好受。所以这个爸爸他看到他这个女儿每天在家里面，他都给他灌输这个话，他说：“你捡角啊，你无路用啦，你找无好的头路啊，你去读册，读得济，我互你读册，你无一个好的头路，你无路用，你捡角啊。”你知道这个孩子到后来他就跟游魂一样，他说：“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很糟糕，爸爸不喜欢我，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你知道这个孩子到后来，爸爸以为他是中邪了，然后他来找我，他请人家来找他说：“牧师可不可以帮忙赶鬼一下？”后来我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跟这个爸爸讲说：“爸爸，我跟你说啊，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当你碰到他，不管你今天碰到他几次，碰到你的女儿几次，今天你只要碰到他，你就告诉他说：女儿，无论你做的好不好，无论你表现的好不好，爸爸都是爱你的。无论你做的好不好，无论你表现的怎么样，爸爸都是爱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1个礼拜之后，这个孩子终于比较正常了，终于比较正常了。所以各位，我们的话会塑造世界的，你的话会塑造这个世界。当我们去告诉人家说你要怎么做，你才可以
成为我的孩子的时候，特别对我们的晚辈的时候，他会很紧张跟很害怕，他没有确定感，因为我随时有可能做得不好，我的老爹就不喜欢我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做见证，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神在我的里面。所以耶稣在里面，上帝看到耶稣的灵在里面，他说：“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圣经里面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做了些什么，而是圣灵在你的里面为你做见证。好，所以牧师要先跟大家做一点这个清理跟整理啊，因为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很难理解。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师大毕业的，他是念中文系的。他有一天来跟我讲说，他说：“牧师，这个为什么圣经每一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各位，今天罗马书里面的这一段太艰涩，我们可能会听不懂。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引证跟去对照，到底上帝要说什么。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各位知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造了人，他造了亚当跟夏娃，然后他在人的灵里面吹了一口气，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叫做有灵的活人。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一切走兽、牲畜，所有的全地的一切都是人来管理的。而当人犯了罪的时候，当人得罪上帝的时候，人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之后，各位知道，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所在的这些的土地，我们所在的身边的这些的关系，一样全部破坏掉了。当你跟上帝的关系破坏的时候，你的身边的所有的东西也全部破坏掉。所以各位知道，你看我们现在高雄其实很少下雨的，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下雨下了几天，知道吗？好几天哦，没有办法算，1-2个礼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有的地方下雨下很多，就是有的地方干旱到要命啊。这些好像都失序了、失控了，为什么？因为人也失控了。我们自己就已经不再跟上帝有好的关系了，以至于上帝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一样守得住的。如果你用这个观点再来看今天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恢复与他的关系之后，我们跟环境、跟所有的一切就会恢复那样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8章19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好，这里在讲什么？受造之物在等什么？在等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那样的荣耀，真的神的荣耀的儿子在当中的时候，那么这一切都要恢复秩序，都要恢复那个荣耀了。所以当我们去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当我们去亲近外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自然界被很多东西给破坏了。那个破坏是谁破坏的？是我们这个管理者破坏的。我们应当好好管理上帝的产业，但是我们却把它破坏了。所以除非我们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我们的环境、我们所在的一切才会有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1节的地方，这样连起来，各位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一节圣经会这样讲。2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1节，一起念来。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子自由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万物都想要得回最早开始的时候上帝给予的次序，上帝给予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可是他们在等什么？在等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真的我们得回荣耀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荣耀，我们还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但是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所以万物都在等。我们众人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我们应当有上帝的形象，是有荣耀的。所以圣经里面创世纪说，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应该大有荣耀，应该是有荣耀的，应该是要让万物都有荣耀的。可是我们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等？25节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为什么？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保罗很早就已经在告诉我们说，万物都在等，等我们众人都成为上帝荣耀的儿女的形象的时候，那么万物一切都可以进入那个荣耀里。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今天这段圣经在讲什么。信心让希望能够苏醒，盼望什么？盼望上帝的儿子显出来的时候，上帝的众儿女显出来的时候，一切的万有都回到神的起初的创造跟荣耀里面。所以不要再照我们以前的方式来认识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耶稣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做好事，做一些的对的事情，这样才能讨天父的喜欢。其实不是的。认识耶稣要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不是你要做一个更好的旧人，不是你要做一个更好的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样式的人，而是你要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除非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更新的，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做到这样的事。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圣灵在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更新，有上帝的形象。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上帝呼召拣选我们成为属他的儿女，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今天你能够来教会里面，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是因为你是一个乖乖的人，所以你礼拜天早上能够乖乖的，能够好好的来到教会里。不是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所有我们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救恩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做成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是你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所以上帝才接纳你，而是我们本来就达不到标准，上帝接纳我。以前我在桃园的时候，我们隔壁有一个韩国烤肉店，那个老板他就说：“来教会的是不是都要品性端正啊？都要这个中规中矩才能够来教会做礼拜？”我说：“不是的，不是的，来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罪人。”他说：“你要找罪人的话，要来礼拜堂里面找，因为我们都会说我们是罪人。但是如果你要找好人，你可能要去那个监狱里面去找啊，因为监狱都会说我是被冤枉的，我是好人。”好，所以没有人是属灵的孤岛。如果你不是属亚当的，就是属基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与基督连结，那么你就会是属肉体的。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是这样说的：什么叫属肉体？什么叫属灵的？与基督连结就是属灵的，与肉体连结就是属亚当的。亚当本身就是属肉体的，你唯有与基督连结，你才能够成为属灵的。第二个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东西，就是世界不会让我们不做礼拜，世界也不会让我们好像远离教会，但是世界会让我们忘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会忘记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顺服他。然后，但是上帝也知道我们常常是悖逆的，因为世界会引诱我们，让我们忘记我们是谁。所以世界不会逼我们离开上帝，但是会让我们忘了自己是谁。有时候会让我们变成好像我是奴仆一样，我要做得好，做得很好，所以上帝才会悦纳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我们是个罪人，上帝仍然接纳。所以不是我们在生活上面要靠自己去做出来，而是我们在行为上、生活上，让耶稣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上帝交往灵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灵修当中，也在生活当中去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完礼拜不是代表一切结束，出了礼拜堂以外，才是真正的信仰生活的开始。当你遇到难搞的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去面对？当你遇到难处理的事，你会怎么去面对？当你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上帝帮助我们，每一样都在挑战我们的信仰。第三个，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不是你去证明的，不是你跑去跟人家证明说，你看我的行为很好，我做得很好，所以我是上帝的儿女，不是的。约翰一书4章15节说，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本来就不用证明，我们本来就是尊贵的，上帝看我们为宝为尊啊。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看我们为宝为尊，不是我要去证明他，而是我就这样的相信我是宝贝，上帝的宝贝。所以天父怎么样对待耶稣，他也怎么样对待我们，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的天父，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呼叫阿爸父神。上帝看我们就像看耶稣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要记得，上帝给耶稣的使命里面也会经历苦难，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苦难。各位知道，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父啊，如果可以，请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也会给我们有一些苦难，就像耶稣需要去经历的。但是那个苦难是为了叫我们可以得回上帝要给我们的荣耀，而不是要伤害我们。有时候顺服很困难，照上帝的意思很困难，但是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上帝怎么对待耶稣，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有时候我们很不愿意，上帝会把我们放在一些我们不愿意的地方，然而上帝带领我们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跟计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不表示我们比其他人好，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只是恩典的记号，不是代表我已经比别人好，比别人厉害，品德高超优秀，没有，我们是蒙恩的。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是蒙了召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事上可以看到，不是凭着我自己要考几分，要做多少好事，要有什么样的功劳，上帝才悦纳接纳我，完全的不用。上帝看我们就是为宝为尊的，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称呼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这个罪人实在原来不配的，但是你却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称为上帝的孩子。你看到我们里面有耶稣，你看到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灵在里面，以至于我们就是你的孩子。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有儿子的灵，不是孤儿的灵，让我们里面能够承认你是我们的父，不是像没有父亲的一样，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应许是那样的真实，带领我们也活出那个真实的生命，让我们不单有真理，也有真实在我们的里面。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陈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够不受到奴仆的心的辖制，享受到在主里面的真自由。我们一起起立，一同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今天的回应诗歌是教会独一的根基，在新灵粮诗选273首。从水到而
然站立，要开始今天的奉献，也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我们请诗献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生活中丰富的供应和看顾，愿圣灵保守我们常能知足，为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献上感恩。愿天父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求主引导我们能够善用众人的奉献，用在神所喜悦的事工上面。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请坐。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有没有？好，介绍一下，这是路德师母的大嫂，在后面的地方，应该是儿子嘛，我们欢迎啊！好，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上帝丰盛的赐福。欢迎加入我们这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啊！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
好，我们都回到座位上。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来参加崇拜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哦。下个主日7月26号的是真道神学主日我们会邀请秦明胜院长来分享，请弟兄姐妹为台湾的神学教育关心代祷。同时呢，我们今天这个主日之后有4律传福音的训练，在201教室，我们请参加的弟兄姐妹留意注意时间啊。那第2次我们的这一个福音训练有福音桥。传福音训练是在这个福音桥是在8月2日上课，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报名的要报名的，请洽李建营执事或是林老师。7月18日起，每周六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我们将会开台语读经班，内容是旧约的路德记和新约的雅各书。欢迎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有时间的能够报名参加，报名请洽陈牧师暑假的7月25到26日，也就是星期六跟星期天呢，教会会举办暑假的儿童夏令营以及青少年的 AI 营，请为夏令营的学员以及同工关心代祷。总会的牧职退休会将于8月3日到8月5日，星期1到星期3在金门举行。我们陈牧师以及师母呢将会前往参加，我们也为我们牧者往返的平安来祷告。卫理公会全国姐妹会的夏令营，这一次是在云林的3好国际酒店举办，活动的日期是在8月7号到8日，星期5跟星期6。我们也为参加的姐妹以及同工往返平安祷告。卫理公会的宣教活动，在南部的南区场，在8月22日星期6，地点在我们荣光堂。我们透过互动的体验以及宣教士的见证来分享宣教闯关的活动，一起来看见上帝在世界各地的工作。报名费是200元含午餐。那我们教会有相关的部门鼓励来参加，凡本堂的会友报名都由部门的经费来支出。同时呢，我们前一季卫理的神学院推广的课程喜迎哀歌苦难神学的探索，我们请到的授课老师是刘清泉老师，在9月11日起，每周5晚上7到9点，地点在我们荣光堂。相关课程的讯息呢，请参阅布告栏。我们也为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周四晚间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项事工来关心祷告。同时，我们总会现在目前正在建堂的消息，我们也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总会的宣教大楼所需要的建造款项来祷告，求主赐下充沛的资源，合其所用，让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持续来奉献。牧师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要补充的？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补充那因为我们这个昨天这个台语读经班，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但是要先跟大家做一些宣布，因为下个礼拜刚好碰到教会里面有这个夏令营，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的台语读经班是暂停1次的。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读经的活动、读经课程是在8月1号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愿意要来参加台语读经班，请记得是8月1号。我们会就是隔1周我们会隔1周请记得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在下周的礼拜6的当中，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这个夏令营。那我们这一次的夏令营有3个班有烘焙班，有这个打击乐器班跟 AI 班。
那请弟兄姐妹，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那我跟我们的儿主的老师跟我们的校长有提到这个事情，我说外面的孩子只要进到我们当中来，就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不要把他们分别成是外面的或是里面的，只要来到荣光堂就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些很多报名的都是第一次来教会里面的，那我们请为他们祷告，希望我们的儿主、我们的这些老师们、我们的这些青少年的辅导，我们可以接纳这些的年轻孩子来到教会里面，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晚辈来祷告，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来认识福音啊。好，那特别我们也为这个我们在这个9月11号，我们有这个苦难神学这个课程延伸班的课程来再跟大家做一些的说明啊。那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天灾地变，人祸很多，所以我们不晓得明天跟灾难哪一个会先到啊。但是怎么样，基督徒在苦难当中、患难里面，我们能够去面对，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那也欢迎弟兄姐妹尽快的来报名，让我们的这个苦难神学的课程，让我们可以多一些的反思跟思考，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当全世界都在沸腾跟患难当中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样保有平静跟安稳的心啊？好，那我们也为等一下我们在11点半左右，我们就会开始今天的这个福音课程。那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希望人信主，但是没有传道的怎么听到呢？那传道也是从上帝的话来的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今天中午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课程祷告，求主带领，让我们的这个传福音课程4律还有福音桥成为一个很好的训练，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机会能够来认识福音，愿上帝来带领那也欢迎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为教会各样的事工关心祷告，所以礼拜4的祷告会相当重要所以请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关心的各样的事项来关心跟祷告。特别我们会听到很多包括我们自己的会友，或者是我们在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正在遭遇患难或苦难的时候，更是我们需要举手代祷的时候。愿上帝带领，让我们可以常常举手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身边的人，为我们的家人来关心祷告。愿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同颂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存，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愿你将圣灵赐给我们，让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做见证。我们实在是属乎你的，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所说所行都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让人看见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颂。在订阅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也请弟兄姐妹在订阅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来代祷。如果有在病痛中
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我们祷告。